用一本書帶你行入一個未知維度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書室空間，我係阿日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一種情況，就係內耗啊。通常呢，我最內耗嘅情況呢，就有機會喺返完一日工之後，個腦入邊都係不停咁樣 replay 緊，可能工作上面出錯嘅 moment 啦，又或者係同事老細講嘅一句説話，一個眼神，我返到屋企都可能不停咁樣諗，死啦！點解我咁都會做錯嘢嘅？我做錯之後，啲人會點睇我啊？又或者我講咗呢一句説話，佢咁嘅眼神係咪代表覺得我做得唔好啊？咁我內心就會出現好多呢啲小劇場，令到我成個腦都喺度不停咁樣轉，而擺脫唔到。除咗內耗之外呢，你會唔會都試過好氣餒，覺得自己某一啲嘅性格、某一啲嘅習慣係改極都改唔到？就例如好似好容易焦慮啦，又或者好慣性咁樣拖延啊、遲到啊，令你覺得我天生就係咁噶啦，我永遠都改唔到噶啦。如果你都面對緊呢一啲問題，我就好推薦你去睇呢一本書。咁呢本書就係叫做 Rewire， 中文譯做神經可塑性。作者 Nicole Vignola 係一個神經科學家，佢喺書入邊講咗一個好震撼嘅概念，就係我哋嘅大腦其實唔係一嚿硬邦邦嘅石頭嚟嘅，而係好似一嚿泥膠咁樣，係可以隨時被重塑嘅。呢個就係所謂嘅神經可塑性。我自己好鍾意呢一本書嘅一個位，就係佢同好多其他個人成長類別嘅書嘅概念核心可能好相似啦。例如要相信自己，又或者係失敗乃成功之母咁樣。咁但係佢就用咗一個科學嘅角度嚟去切入，咁令我睇完之後覺得真係好 convincing，同埋令我覺得充滿住希望同埋能量嘅。作者就話，大腦其實係一個硬件嚟嘅，而我哋嘅思想、習慣同埋行為就係軟件。如果你覺得個人生好似卡住咗咁樣，好大嘅機會係因為你未照顧好你嘅硬件。當你嘅硬件仲未照顧好嘅時候，又點會有空間去升級啲軟件呢？今日我就會跟住呢本書所分到嘅3個階段，同大家拆解點樣由硬件出發，去重新編寫我哋嘅人生故事，獨自升級。第一個階段就係擺脫負面情緒。作者 Nicole 喺大學 Year 1嘅時候，第一次親手捧住一個人腦嘅時候，佢就好感嘆喺呢一嚿灰質入邊，其實裝載住嘅嗰個人一生嘅回憶同埋情緒。我哋大腦入邊嘅神經元每日都喺度傳遞信息，一個信息重複得越多，嗰條路徑就會越強，就好似由一條泥路變成一條高速公路咁樣。呢個就係一齊放電嘅神經元會連結彼此。Neurons that fire together, wire together。如果你成日同自己講我唔夠好，大腦就會將呢一條路徑強化做分分鐘都會運作嘅自動導航。想要打破呢一種嘅循環呢，首先要處理嘅一個問題就係壓力。咁作者將壓力分做3種：警覺性、急性同埋適應不良性。其實最適當嘅壓力呢，係可以幫助我哋表現得更好嘅。但係如果壓力大到一個點，而令到大腦進入咗一個低電量模式，你就會發覺自己做乜都好攰，好容易發脾氣。然後大腦呢就會為咗慳電而揀返去最熟悉嘅舊習慣嗰度，亦即係你最想改嘅嗰啲壞習慣。作者喺呢一個 chapter 都介紹咗一個舒緩壓力嘅方法，就係叫做生理性嘆息。可能大家都好耳熟能詳㗎喇。個做法好簡單，首先用個鼻吸一啖氣，喺個肺部接近將近滿嘅時候，再好短促咁樣吸多一啖氣，然後用個口長長咁樣呼氣。
一個動作咧，可以好快速咁令你嘅副交感神經系統重新啟動，令到個大腦知道，喂，其實呢度好安全㗎，你唔使咁緊張㗎。大家都可以試下多啲做呢一個舒緩壓力嘅小貼士。搞掂咗我哋嘅情緒之後呢，我哋就嚟到第二個階段，重組潛意識。入正題啦，究竟點樣可以改寫你嘅敘事呢？咁作者就提到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就係叫做確認偏誤 （confirmation bias）。咁大腦呢，其實就好鍾意證明自己係啱嘅。咁如果你個心入邊一直都相信，例如今日一定係一個不幸嘅一日，咁你嘅網狀活化系統 RAS 就會專門咁樣去過濾出一啲你好不幸嘅一啲證據啊。例如好似今日咁樣，巴士偏偏又係遲到咗1分鐘，搞到我又遲到。咁又或者啦，俾人撞到啦，咁有一啲咁不幸嘅罪證嘅時候呢，個大腦就會去強化你嘅信念啦。咁所以呢，改寫故事嘅第一步就係要有意識咁樣去視覺化想像 visualization。咁作者呢就舉咗個例子啦，傳奇泳手菲比斯。咁佢嘅教練呢，就要求佢每日喺個腦入邊游幾百次。咁菲比斯呢，就唔單止想像自己會贏啦，咁佢仲會想像埋如果個泳鏡入水點算，如果抽筋又點算。咁呢一種心理嘅彩排呢，其實喺個大腦入邊已經建立咗神經迴路㗎喇。請你靜下心嚟，問下自己，你到底不斷咁樣重複咁同自己講緊啲乜嘢故事呢？係我好難，我需要休息，係我做唔到，定係我可以適應同埋學習呢？作者就話，其實自己對自己講嘅説話就已經決定咗你嘅心情、你嘅真相、你嘅習慣、你嘅自我價值、你所吸引嘅人同埋人哋點樣看待你。有一段説話我自己都好鍾意嘅，亦都 highlight 咗，就係作者講到，我哋對自己嘅睇法直接影響咗我哋點樣向別人同世界展現自己，進而影響人哋點樣看待我哋。因此，如果我哋持有畫地自限嘅信念，又或者不斷地以負面嘅方式同自己對話，我哋唔單止會阻礙自己，仲會限制人哋對我哋嘅睇法。我哋都應該過住理直氣壯地行走，同對自己感到自豪嘅生活。我希望你擺脫自己嘅頭腦，開始探索世界。當我哋不斷擔心自己嘅外表，擔心人哋點樣看待我哋，又或者對自己持有負面觀感嘅時候，我哋就失去咗真正看見周遭世界同專注於擴展心靈嘅能力。作者另外提到一個好實用嘅概念，就係成長型思維。咁到底成長型思維係可以點樣實踐嘅呢？咁作者就話個核心呢係要將身份認同同埋表現分開。喺呢度等我舉幾個生活化嘅例子，大家可能就會有共鳴啲啦。第一個情況就係喺職場入邊，老細批評你一份 report 做得唔好，咁固定型思維就會諗，死啦，老細一定係覺得我好蠢，好冇能力。咁喺呢一個情況，你就將份 report 做得唔好，等同於你個人唔好一樣。咁而成長型思維就會話，份 report 呢仲有進步嘅空間。今次嘅意見係一啲數據嚟嘅，就係話俾我知下一次喺邊一度可以做得更加好。呢種諗法係能力可以通過努力去提升嘅表現。第二個情況就係人際關係，你同伴侶嗌交嘅時候，固定型嘅思維就會咁諗，我哋嘅性格真係唔夾，注定係咁噶啦，關係嘅好壞係天生嘅，冇得變噶啦。咁而成長型嘅思維就會咁諗，溝通呢係一種可以練習嘅技能嚟嘅。今次嗌交只係反映咗我哋處理衝突嘅方法需要有啲更新。
第三種情況就係學習新嘅事物嘅時候，咁固定型嘅思維就會話：唉，冇計啦，我學極都學唔識，老咗啦，學唔入腦啦。咁但係成長型嘅思維就會話：我嘅大腦呢係仲有神經可塑性嘅，只係成年人學嘢呢係需要更多嘅專注力同埋重複。我每日練習15分鐘，神經路徑就會慢慢咁樣強化。呢啲例子就話俾你知，單一事件嘅表現並唔代表你成個人啊，同埋唔需要驚失敗。失敗呢唔會定義咗你係邊一個，失敗只係會話俾你知，你仲喺度進步緊啫。喺第三個階段呢，作者就會同你分享點樣去增強積極性。咁喺最後呢，就係要幫你嘅大腦硬件提供最好嘅保養。咁呢度有幾個作者強調嘅關鍵，第一個就係喐動你嘅身體。作者提到一個 term 叫做肌腦軸。當你嘅肌肉收縮嘅時候，會釋放一啲叫做肌肉因子嘅蛋白質，佢哋會直接走入個大腦入邊，減輕焦慮，甚至幫你保護神經元。如果你覺得心煩意亂，出去行個圈，對眼呢左右咁樣轉動，其實都可以抑制大腦嘅杏仁核，減少恐懼感。第二就係一定要瞓好覺。好多人都覺得犧牲睡眠嚟工作呢係勤力嘅表現，但係 Nicole 就話睡眠不足呢係會令你嘅硬件去崩潰㗎。當你瞓緊覺嘅時候，大腦會進行大掃除，幫你鞏固嗰日學到嘅新嘅神經連結啦。如果唔夠瞓，你嘅多巴胺系統呢係會亂晒龍嘅，你會更加想追求即時嘅滿足，例如係咁碌手機、碌 Flash，或者去食垃圾食品。第三就係享受過程，唔好淨係睇結果。多巴胺呢係追求快樂嘅化學物質，而唔係快樂本身啊。當你達到目標嘅嗰一刻，其實多巴胺呢係會跌嘅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將快樂係寄託喺一啲我一定要加薪，我一定要買樓，咁你可能永遠都唔會滿足。而真正嘅快樂呢，其實係嚟自於你成為更好嘅自己呢一條路上面嗰一種嘅主導權。喺呢本書嘅最後呢，Nicole 係提到一個好感人嘅觀點，就係寬恕。咁有陣時我哋嘅負面敘事呢，係嚟自於細細個父母或者身邊人嘅 label。寬恕佢哋唔代表佢哋係啱嘅，而係代表你願意放低呢一啲唔屬於你嘅偏情，去重新奪回你自己嘅大腦主導權。你就係你人生入邊最精彩嘅 project。大腦係可塑嘅，改變呢雖然唔係線性嘅，有陣時會有 ups and downs。咁但係只要你今日係比琴日更加自覺，你已經喺度重新 rewire 緊㗎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多謝你走入呢一個舒適空間。我係阿日，祝願你有美好嘅一日，我哋下次見。